牵伊的手，听伊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航电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伊同声了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的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流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。爱袂等伊脚下本人祝福，将过牵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师傅啊，若可下着去寻罗小平的相片嘛？早等伊若副部长讲吼，假使讲迄看到佢着传堂说班吼，做个通知下电话，下着做做管家做准备啊。敢有了大事哦？当然有啊！假使罗小平最近迄日行节目上介绍哦，下咧传堂啊。唔可相看啊，今日着有节目嘅粉丝吼，我本传堂带落去睇理顺。啊，堂迄落啊，懵懵的哦。当然懵懵的啊！唔准唔伫吼，叫你罗小凤，又去凤的唔对无？今日只要去介绍过个传堂哦，无一间无赚钱的啦。故说讲吼，去搭建传堂的人困到去啊，做来当做神强样来摆呢。讲迄啊，一时的流行啦。就算迄流行咩无关系啊，因都好好的利用佢吼，只要佢肯补头因的传堂啊，因都一定传太强。俺迄吃的，你就用平常心就好了呀。既然佢係個美食評論家，佢一天寫到大家嘅用心還有認真咩？用心但認真，又唔咩鹽辣絲啊，油米還說得出來哦。愛怎無相信嘅講法咧？迄家有小姐，你迄天使觀眾度係冇？怎會新一套啊？我本來就按你想呢，我想做美食嘅人哦，應該要有一個認真嘅心。是個人哦，一定敢做得到嘅呀。我咪就係按你老人你講嘅，佢講哦，也就係一個做太廚應該有嘅基本態度。你啊，加油哦，講的真有道理啦。只要你保持平常心認真去做，來相信佢哦，一定會了解你的用心啦。好嘞好嘞，唔使想太多啦，去做些啦，啊，做些啊。當 Q 呢？係啊，係啊，唔搞因那了，裝不卡，我應啦，我因那，係啊，我呀。你都有知道，太師傅對個新來的細數理特別好。咁要，可能人家係新揾人吧，因為新來嘅，就即個記下應該啊。來看，唔單止係你聽聽咯冇肯用嘅咧。咁唔講，如果強幾隻細阿妹嘅，威脅到人嘅味嘅嚇。唔得亂講乜解啊！我喺御花園二廚呢，無上我強個新來的菜鳥。那啲都我就數好嚟啦，還有其他要做嘅冇啊？冇事的啦，好得有呢，辛苦哦。冇啦，迄個冇事哦，我就先轉了，哈。唔管用我轉啊？哦，做工廠。哦，錄用生意哦，哈。拜拜。拜拜。
哎，你头下咪讲人家嘛个做唔晓菜鸟哈，因为遐看到你呢，讲法做按样的啦。哦，呀呀，嘛个傻逼的啊！我晓得做人，要伫吼见风转舵，转舵了平步青云啊。那较细腻条诶，我去讲因为电视做唔对哦。不要动手呀！好啦好啦好，菜鸟，莫亏啦，你亏，小啦嘛。哦，转来嘞哈，老配上你天数周些哦，就按认真，按章做。哎，太子啊，歹势啦，爱弟爱不应该安尼来讲法啦。不过吼，你母开咪迄开春堂嘅呢，伊哦，去甲有开春堂唔做，喊迄老配上个春堂天数周些。你们是讲歹势啦？应该哦，迄阿老二，还有阿妹，还有阿珍讲歹势了啊。你哋应该干出啦。好啦，无事情啦，今日去洗洗啦，按出给你。奶奶别出，你讲嘛？奶奶别出，哎呦，按出去，出去，出去啦！俺给笑神了呢，哎，按出，就开啦。哎，你谁神啊？人生哦，真的是充满无奈跟矛盾。唉。阿妹啊，爸爸呀，两年小小，啊，是是啦，就会生生。啊，小说嘞，那你说哈？唔对哦，很美哦，老真爱有关系啦。阿曼日吼，表达对你的关心哦，总系做好些都是更有心的。系假是啦，你系阿曼日吼，甲群龙哦，加加伊做人呢，无得给人睇，无在阿曼日就来做。听我说啦，唔是啦，俺唔是嘞，你系假是啦，俺收到信号还卖菜呢，俺哦，为什么都说不你啊？安尼讲起来哦，我们要加油咧。好啦，我先去，马丁还在说嘞。假使讲本家有发现，我就会改造第一家当年阿爸，佢会样板上呢。
你落来啊？要了个准备工作，应该很熬来做嘅啊！你等下哈，我娘自己回来啦。唔怕啦，反正我水唔睇啦，一冇乜嘅事啦，我就來嚟啦。喺我來做咧，唔可以慢多啦啊！唔使緊張啊，慢慢來啊。叶师傅啊，你係唔係都會想羅小芬嘅事情？我說你張算唔睇下？係啊。來啦，我來做啦。哦好。加油啊！你哋兩位做事，把衣服卡比起來，有乜嘅唔關事冇？唔會啦，很乖啦。不過哈，比較起來哈，鴉片對流產較重視啊，一切就會照標準來做。你慢了就會普通嘅家庭式傳堂啊，冇傾弄啦。係啊，細傳堂哦，冇像大傳堂按講究啦。不過哦，細傳堂有一種家庭嘅溫暖，讓人親密。錯。細傳堂哦，家家看見當厲害嘅師傅哦，還有啊，當好食嘅料理嘅。錯啊！我每次都我咪哦係一個當了不起嘅大廚，佢哦真係係用心到嘅經營彌漫了嘅呢。加油啊！我聽講兩百彌漫了，也啲羅小芬嘅名單來啲度哦。咁有樣？真嘅啊！哎呦，阿你我做嘢留牙咪講我。哎呦，不過佢一個人哦，一天唔會變到程度嘅呀。因為哦，不管乜人來說啦，就算講係美食評論家咪咁樣啊，佢哦還係用平常心，堅持哦對美食嘅想法。你們就係一樣哦，硬頸一年啊。你都係講咩啦？哦，冇乜嘅啦，我講嗬，我當佩服人美啦。加油！你有冇下有幾多隻嘅兄弟姊妹啊？哦，我有個老太，兩個老妹啊。全部啲面面嚟做事啊？冇啦，我睇個老太啊，佢對生意冇興趣啊，故所佢喺度嘅工廠做事啦。啊，睇個老妹，佢係哦，你會較清聰明嘅呢，佢喺去上海咧啊，到廣告公司做總經理啊。那這個老妹哦，就喺度嘅讀書啊，佢哦念資訊系啦。不過佢一個人哦，變鬼變怪哦。唔咩啲啊，就新興人類咩？不過佢畢業以後哦，飛到去較天書網啊，就唔知了。不過好家仔啦，我還有一個好朋友啊，阿珍啊，佢哦都去較天書啦，佢哦真會做菜哦。幸好有佢啦，冇我就唔敢出來做事了。家姐啊，跳糖拿過來嘛？阿曼玉，跳住啦！係先，嫌關咧，唔知講家有冇地方卡？家人哦，雖然到北京村堂做，不過行咁樣講哦，咪係 enemy 嘛，你會妹啊？唔使，我唔會嗌啦，我冇事情啦。我要人哋做咩啊？同我聽書啊，未窮樣係冇？係啊，今日都聽書。好啊。
需要帮你介绍吗？我一份羊豆腐吼，一份姜丝炒粉肠，含菜罐控肉，多一份鸡排。那个泡菜汤，好。睇下水，嗰啲螺水粉吼，也伫落尾点出啦。你确定迄个？当然确定迄期啊，虽然有条丝大班吼，有大家摸的啊，不过家己美食评论家用上吼，哪一看就伫个啊。伊还没落尾加个大毛人点出来。哎呀，一三年点多菜，有冇事？唔讲，一天做迄期冇唔错啦。师傅，一下人要按照加13号啊？出单饭啊！师傅啊，唔用唔讲吧，我用处理啊。唔是处理啦，老品种是空用啦，应该用班做就用班做啦。哦。是啊，唔是少啦，自家做自家的事情哦。我哋要本期哦，看看人哋御花园的东河式的料理啦，啊，去。加油！你的刀工较好，等一下吼摆战机，你就刀好。冇问题。拿回来。样啊，有看到佢无哈？我唔敢注意看，古早冇看到佢。哎，唔敢吹，唔敢吹，做嘛干哈？就唔敢咩？哦，嗰啲螺蛳粉哦，唔係識多樣嘅，嚟看咯，拿出去看一下好嘅。哎，小陳哥，老闆還有一堆嘅人客都嘅等等呢。本家就等一下有乜相關啦，只要螺螄粉吼，食到有滿意啦，下擺要強無生理嘅。亞條嘅人客，真係真正支持人力傳統嘅人啊！係講為咗一個美食評論家，就犧牲亞條嘅老主顧。阿兄，安尼真係人力傳統嘅損失吧？哎，你亞條講乜解下？那都是甲動物嘅嘛，亞得唔免米慢聊呢？我唱高調吼，做樣睇幾件洗傳統啊。我唔係到嘅唱高調，像安尼顧態唔顧勢，唔係一個專業嘅廚師應該要有嘅基本態度啊！唔得講話顧態唔顧勢啊！啊，那都是甲動物嘅嘛，洗出嚟天，關到多。哎，
你的头发干了，加油，一个。冇啦，大家就都嘅時候講，唔記得羅小芬是嚟你嘅吹刺頭娘嘅啊。我不是平常心啊，切冇簡單啦，但係也冇法度哦，輕鬆起來啦。不過我相信啊，我哋嘅菜啊，一定會本佢滿意嘅啦。好嘞好嘞，唔是少啦。啊，我輩啊，還當到業客啊，我是一年嘅菜啦。師傅講嘅冇唔錯啦，遇開嘅菜吼，係真好食嘅啦。係啦，唔是少啦，師傅講冇問題就冇問題啦。是啦是啦。娘啊，你先出那健身堂。看来看伊这2件啊。2件，这下看啊？哦。看啊，这2件传统的风格哦，其实差淡薄。一弥漫了呢，迄件较细件的传统；啊，玉华烟呢，做一件较大件、较有规模的传统。啊，2件咧菜色要无麻共用。这弥漫了其实较传统的菜色，啊，玉华烟呢就比较较创新的料理。不过，文雅2件分数共用啊。嘿嘿，要当然限制，啊，替拜托那种情形呢。但是讲较奇怪哦，迄2件传统无共用，但是，佮对方有一风菜哦，跟味道差唔多呢。娘，我有可能啊。我弟除特啦，要2件传统用的是强杂厨师。讲冇会真的咧。还真的嘞。唔看啊，跟弥漫料的弥漫风肉，同阮用法烟的控肉，2方味道，菜细细的甜甜，唔免爱哦，一般人说唔出来。这唔那样讲，动神气哦。希望安尼啦。就邀请遐2件传统的厨师，强下上的节目，你知道样办？安尼敢冇破坏规则，敢冇？哎哟，规则啦，迄认天的咩？遐观众哪会上安多啊？佮就是要的迄新鲜感，也迄唔知道几两啥强分啊？佮因哦做安排佮来上节目，慢人输慢人赢，观众来佮听。做得好。客家全民美食的哈，罗先生迄孟小姐啊，呀，嘛事情啊。满意，详细情形做伙安尼，就迄种想法来参加啊个节目。那是真感谢2位吼，安看得起来啊。不过哦，我知道哈。跟有从买起嘞，要赢下啦。你们给啥？大胃王，大胃王！好啦，个数麦字啊，真无礼貌呢。来2位特别来天是等伊嘞。连迄个亲生妹啊，我蛮唔啦。哦，好。啊，迄啊全民美食网的制作人向志高。杨个名片。哦，有。你们给啥？美食评论家哦。哦，你亲有名嘞。海迪啊。歹势啦。阿妹哦，当日都去无限做菜，记哦，无
嘛该看电视啦。伊哦，连周杰伦啊、蔡依林、迄马啥，佮就唔知呢。安尼大概也还都说是的呗哈。不错啊哈。哎呀，所以我在想讲满意，有这种语言来送啊个全民密室网的节目。哦，你就爱唱俺妹上节目哦，哦妹。当然啦，米满意有暗号的数字，观众朋友迄唔跌法就挺大送的啦。哎呀，阿妹一定爱去啦。孬啦，哦，是菜哦。我想法是较简单啦，吼。我想我第来钟头，大家就是吼，俺俩弥漫的吼。我想煮的菜哦，人家吃到满意，哎，我就挺欢喜的。至于讲上节目吼，我还无兴趣啦。所以俺们无一定要出名咯，吼。唔免啦，米满意，咱用上啊，迄讲上节目的话，等于迄推啊米满的做宣传，啊用的话，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哦，俺爹爹俺妹还无在意啊，俺钱赚哪样就好，俺妹无一定要赚真多钱。啊，俺个性哦，较出啦，吼，俺讲意思上讲煮的菜吼，菜变新款吼，俺又真爱，吼，所以我想讲哦，唔免伫遐电视遐比赛煮菜，敢是挺公平啊？阿妹，你后迄同好嘅机会呢，一定爱去啦。满意啊，其实我也赞同你的看法的，我也相信你比当好的厨师，但是按我伊的角度来看，第一，那个是去参加节目，哦，做的宣传的弥漫的。第二呢，你参加的节目，做的介绍当好的客家料理，让所有的观众朋友了解安尼客家菜，安尼咪当好的。哎呦吼，无帮我考虑好无？帮我两年时间，好无？好，希望你一定要来啊！阿妹，一定要去啦哦，一定要去。天茶不鸟声。哦，麻烦。对。哦，是茶啦。哎呦，阿妹，你就一次看嘛。哦，阿妹，有机会去到御花园比赛，做嘛敢无爱啦？你迄老师傅哎，我相信哦，你一定会养的。迄个哦，你养嘞，那就表示哦，你传统的客家菜哦，比创新的料理还好吃呢。安尼哦，太姊妹为弟自己想法哦，然后家庭哦，很唔错嘅。阿仔啊，你讲鸟啊？我係感覺吼，上天是比賽有點奇怪啦，因為每個人對些東西口味冇共樣啊，還有按下冇共同。不過係做得因為上天是吼，本大家了解安尼傳統嘅客家菜，我感覺按袂前好嘅事情啊。你看，阿陳姊妹講嘅啊，也係一件好事情。阿妹，你唔係講過，我一本青島嘅人地哦，傳統嘅客家菜。也係一隻好機會呢，做乜咁會浪費啦？阿妹，呢種機會哦，唔係等於就會有嘅呢。慢吵啦。哎呦，阿妹，你就會去看的嘛。張看啦。能看就係好哈。好啦，好。阿英啊，哎，阿英，哎，來，阿英啊，哎，來，哎，阿英啊，哎，曹哥，我聽好誒。不好意思啊，佢羅小肥唔嚟嗬，我哋上嘢節目啦。真巧啊！哎呀，意思到我哋菜學，講我哋菜學不但要一個傳統嘅剪法，還要一個繁盛嘅口味嗬，千絲百樣一下然後嘅飲食習慣啦。今日大餅啊，總算有推家咧。我相對見面開始後，我哋免疫後一定會爆滿啦，人會越來越多。我講好，我哋開始嚟搶嘢咧哦，希望到時咧哦，驚個忙係唔過來咧。曹哥啊，你想太多啊啦！有咁多未錯冇啊？曹哥啊，節目那有錄樣啊，我要準備買個東西啊。
哦，古佛戲實見唔到講嘅，日排節目形態嗬，同以前唔同樣啦。特別邀請我慢慢聊，我同佢傾下嚟做菜，開埋做嘅不合適。慢慢聊啊。係啊，但是慢慢聊都見啊，還唔敢答應啦。嘿，我看嗬，頭先我嚟傾我哋做嗬，一天嗬驚輸冇面子，唔敢答應啦。我同我講，日排好機會，你好好表現一下啦，唔好幫你以為人失面子呢，點冇？我知啦。我對你有信心，加油啊！其實哦，羅小芬哦，算係目前輕有分量嘅一個美食評論家呢。做呢本記線度，就表示講，伊係真正欣賞你做客家菜嘅廚藝。我也知道，啲天師都係做菜，行到比賽也做清乖呢。阿妹啊，你係咪因為講比賽嘅對象係御花園？你驚我會壞咗人，故說你就沒答應嘅啊？哈！哎呦，你莫想按到好冇啊？你就去比咩？我最近哦，都希望看到你到個電視上做菜呢。比賽哦，就會做節目嘅一個噱頭天天呐。重要嘅事情係哦，你做得到電視上。小嘅客家菜本更加多嘅人認識啦，還做啲本片你看到你對傳統客家菜嘅堅持咩？知冇？你們放棄暗號嘅機會啦，係東吳共用嘅傳統，一件係高級嘅傳統，另一件係傳統嘅西班館嘅。來保證啊，下擺也觀眾一聽我有興趣，保證啊會做18題。是講也御花園嘅主廚，唔係很樣嘅人哈。不過，來吃到米滿意啊3人，都有意思哦。有自家想法，有自家個性，就像唔好看媽媽咁樣啊，親切又熱情。不過，佢有自家硬殼嘅一面。反正哦，我樣嘅想，我就吃到一3人啦，都有意思，都有意思啊。其實我要講到伊米滿意對美食的看法同堅持啊。迄講佢兩啥做答應上嘅節目叫做 perfect。都太專家，迄無安尼啦，因兩啥聽過伊早起啉米滿了，你吃到用吧？米滿也冇上節目，確實有他打爽，但是後面冇上個白記啊。拜託，人哪係白記啊？迄期時間唔會上聽老古板的啦，攏係講乜個啊？無心機，記住唔對哦，有一堆人想參加安尼節目，求都求無呢。哎呀，做唔得啦，為到安尼收視率哦，下擺我聽老米滿意辦到安尼節目當過了。喏，真係一位苗之種，為到宿舍裡乜個事情都做得出來啊！我這天發了。喂，我係米滿意啊！唔好，真見啊！唔答應來上下第一節目嘅啊！
当然分享啊。好，今年啊，再让联络咯。好，分享，什么啊？好，拜拜。老太专家 ，perfect， 你满意啊？还来参加你节目的啦。辛苦诶，你下来，哎，花唔讲。啊，好啊。未晚嚟嗬，今天去上電視節目嘅，一個神同 Q 嘅對抗嗬。誒，未晚嚟嗬，20年來嘅客家料理啊，對上我哋一個御花園創新嘅客家菜。根本就電視台在搞花樣嘛，提高收視率嘛。我哋嗬不一樣嘅啦，嚇，唔放心嚇。好啦。日本學過來吼，確實都無共樣。哎，師傅嘅功夫吼，真係無法好講嘅。係啊，海產嘅料理吼，無真功夫做唔得咧嚇。唔可能一出書都第1萬冇嚇。哎，一兩十年嘅功夫，那個擺上了吼，慢慢就熟嘅咧。錯噶，師傅吼都是因為養你蠻累嘅啦，本太家己吼御花園真係苗栗嘅體育啦。啊，咩，迄全台灣嘅體育名啦。來，師傅啊。唔會人嘅錯合唔錯？錯。哎，如果嗬多比賽多其他嗬，唔係班上人嘅功夫，唔好好練習，好復習。哎，小陳啦，好好幫批師傅哈。冇問題啦，遇到御花園嗬，我一定會盡全力的。走。哎，如果都是喺人嗬，全行全前嘅嗬，好好同佢加薪一下啦。什麼成功呢？安妮子。你還給貨送來了喲。跟你冇人哈，哦，好好加油。魚翅、鮑魚，還有干貝哦。這條菜哦，你買了一小用到呢。這條菜哦，較貴啦。不過性價比較哦，攞其他招貨共用啦。看皮得熱。就像就像那個鮑魚，餐桌上的軟黃金鮑魚來說啊，睇啊，會看佢嘅色，看佢嘅色啊，係唔係動刺眼咧？啊，佢嘅色啊，會蜜黃色，係唔係會淺嘅咖啡色啊？我一個看起來一動醬嘅亂形哦，啊扁筍哦，也做唔得有嘛個奇奇嘅。按堂講哦，好嘅鮑魚哈，你用到個電火下看電哈，就會發現到東昂係粉紅色嘅呢。你看真嘅呢？係啊。撒下來哈，我要批看看呢。看有嘛個奇怪味道冇？冇。然後啊，我要滴看看呢。
看佢冲凉有辣冇？很爱啊，热看看呢，看佢尿啊有卡盆冇？听车啊，佢就唔系当好嘅鲍鱼啦。安尼是啊，你很按到个货，你系唔系要推出新嘅菜色哈？系啊，我想推出几项精致的功夫菜，鲍鱼哈，加上老母鸡、猪小排等材料哈，并到锅的底度，可以师傅慢慢的闻，保持佢的原味啦。安样前前后后加起来哈，要20点钟呢。安样的菜哦，掌算完成。安尼懂好呢。安尼御花园哦，就算讲迄行精致化多元的路线，错嘛？年下上是泰传，还迄讲青菜色就做的啦。系啊。安尼是啊，我一个想法，你知道喏？我想讲，安尼哦，做得推出一个假使无按过嘅菜套餐呐，就迄老嘅假使较高嘅含有大嘅菜哦，PQ 下咩？安尼人下吃到佢就会吃到算得无啊？你看无花按多嘅钱就做得吃到较高级嘅菜色，我想哦，一定会输到分样嘅啊！加油！你的想法懂好啦。2日我就会出新的菜单啦，你要让我听数哦。好啊。好，安尼要条菜要标哪呢？哦，好，我来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梅满姨的手艺哦，绝对不会被埋没的啦。这下子哦，梅满楼哦就要出头天喽。我的眼光啊，绝对是一流的，知道吗？拜托，我们梅满楼本来就很有名，好不好？而且还生意兴隆。如果你连这点眼光都看不出来的话，就怀疑眼睛有问题。哎，我指的是赚钱的眼光。你忘了吗？我那边还有好几瓶梅满楼的梅满风肉的香味哎！啊，到时候等梅满姨哦上过电视之后，它就会爆红，然后我就拿出来网拍，到时候会造成抢购的风潮，我就赚翻了。哎，你一定要那么夸张吗？节制一点好不好？这里是公共场合哎，形象。啊！哎呀，管他什么形象啊！为了我的网拍哦，梅满姨一定要赢啦！你说我可以帮什么忙哈？莫你去干，这里天数这么干哈？爱看哦，你自我试听听啦哈。哎，什么试听听啊，讲很难听啊！啦啦队，对，啦啦队，哎，我可以帮梅满姨加油啊！你知道比赛哦，最重要的就是哦士气，我们哦要用士气哦把别人给压下去，你看怎么样？你也想得到哦。哎，嘉豪大姐不是在御花园工作吗？那比赛就会变成母女对战呢，怎么办啦？哎呦，爱台姐哦，这一天数听听，赢我们的师傅，他才不会上场。可是他到底要帮谁加油哈？他的立场应该很尴尬吧？哈，有嘛办法啦？那是他自己选的啊。哎呦，我看这样好了啦，你去大姐那边哦，试探一下敌情，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确保梅满楼一定会胜出啊，好不好？哎，拜托，凭我们梅满楼的实力，我们实力坚强哎，我们才不需要耍一些什么小动作，那什么御花园啊，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哈。照你这样说，来，今天你买单，这边都要。为什么？哎，你刚刚说的非常有道理呀，这样子哦，我们梅满楼一定会赢的啦。我们要来个提早庆功一下，庆功宴，你懂不懂啊？啊，庆祝啊，对不对？应该的啊。那买单，走啊！要办比赛啊吼，你听样的啦，迄师傅安强，师傅出面一定冇问题的啊。
讲也是个哦，叫你洗处理啊。你在讲假药吓？唔对，无事都奇怪嘿。基本就迄米慢就会处事呢。今日我感觉到人御花园吼，做一个细细的处理啊。慢人伫点的调出就咩破败啊？我好像在调出节目上比赛的事体。唔爱吧？佢看起来唔像几种人啊。吼，你要慢讲哈，佮犯人免通我写，挨迄犯人嘿。哎呀，你想通到的啦，迄师傅吼，怎会办那种事情发生？太师傅当然唔好呀，不过吼，我迄件吉利用吼，师傅对佢的生命啊，准拿今日早阵来讲啊，佢既然迄只细细的处理呢，佢敢拿师傅提出新菜单的建议呢？晓？嘿啊，人家无想到迄啊，太师傅还糊弄去啊，今晚研究可能出来吼，师傅对佢有得偏激，那遐咧社会吼，在创业的时节吼，会不会有生命利用？唉。总讲伊激发啦，做迄疯人的心总得无啦。你讲啥吼？该注意的都注意下，遇到人御花园吼，总得本去破败，然后去规条。山流水何处去？重逢难依旧不渝。千里眺望故乡河，遥远的人，初恋未爱你。长夜抚琴也渐去，如是故人须容去。青山下畔爬高峰，你也笑声无言又抚去，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，山歌一曲难唱多。